然至少執迷過。沉默地對望，拖手也可算種折磨。如果你講不出的說話很多，講真心話我亦害怕，嘴巴劃破。如注定離別能怎躲？好教我又上一課，由得你將這像情去惹禍，但突然能怯懦，不敢去說清楚。談情時乍釋放如真空，無言之中，無動於衷。心軟自然更痛，自然驚恐，自己擠不熄太多火種。手機圖夢星空，還未精通，4點鐘都找不到，這算那樣痛？為你失蹤，仍未必有用。你為事情都費盡神機，費1分鐘即使我可算驚喜，能繼續逃避回想起，跟你有沒有轉機？可惜你未曾有顧忌，亦未能完美地講一句對不起。談情時乍釋放如真空，無言之中，無動於衷。心軟自然更痛，自然驚恐，自己擠不熄太多火種。手機圖文星空，還未精通，4點鐘都找不到，這算那樣痛？怎飲多100秒鐘？無論連講分手都已放鬆，還是面臨你我各種的指控。沒有半秒遺憾時流淚或感動，含凝時便將感情抽空，完全真空都不覺痛。拒學驟然聽你解釋變動，求你作個合理的苦衷。